请咱大家拢安静家己的心，互咱有一个安静的心，较无的灵，来到伊的圣殿、伊的宝座前来敬拜伊。愿咱每一个人所献上的，拢是主所欢喜的祭。一起来唱这首歌，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爸是我的阿爸爸，伊实在疼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叹声。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与其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行走，永远袂离开我。充满美好计划，你是上水，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是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请咱为着家己的软弱来祈祷。咱常常拢会拄着困难，常常拢会拄着艰难的事，总是咱来相信，咱的主是咱的瓦靠，
伊是咱的避难所，伊是咱永远的关台。咱将咱家己的困难，将家己的软弱交托予伊。咱莫将家己的软弱交托予伊的时阵，伊原派伫咱家己的身躯。咱就爱将这个重担都交托予伊，互咱的主耶稣帮咱来背。咱做伙为着家己的软弱来祈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阮的快乐，你是阮的盾牌，你是阮的避难所，也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主，阮相信你伫头前带领阮每一个脚步，主求你承担阮一切困苦甲重担。假使阮有受加的灵，求你除去阮内心的惊吓甲忧闷。虽然阮头前犹原还有侪的挑战，总是阮相信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要用恩典来遮看阮，你看阮亲像珠宝一样。阮相信你对阮的旨意是美好的，阮愿意合服于你，信靠你，因为阮的愿望是在伫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接续继续为着家己来祈祷。咱恳求上帝，赐予咱有一粒较无的灵，愿意将家己委身伫教会的圣工中间，来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的旨意。上帝既然看咱每一个人亲像珠宝一样，就是你是特别的。你是唯一特别的，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的确有你爱完成的使命。上帝，伊伫咱的生命中间，的确有上水的旨意。咱为着咱家己继续来祈祷，求主赐了咱有较无的灵，会当完成上帝伫生命中间的旨意。做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一样。由你赦免阮，用阮的心思意念，常常互世间的物来吸引。由你赐予阮有一粒较无你的心。用你的灵甲你的话语来充满阮，伫打扫无水的所在，让阮的心心灵深深较无你的同在，互我每一日甲你同行，明白你的旨意，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阮也愿意委身伫教会的圣工中间。将你所赏赐予阮的恩赐来献予你，回应你的听头，互阮完成你伫阮生命中间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前。
下面，咱为着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有合一的灵来祈祷，愿意为着教会，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彼此来吞论，彼此来成全。咱爱知，虽讲咱伫教会中间，虽讲咱有主耶稣，虽讲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咧掌管，总是咱每一个人心常常的背记咱的主。咱常常用咱家己的看法、咱家己的智慧、家己的眼光去看圣经。所以常常会造成圣工中间侪无顺利的事，也造成人甲人中间无和谐的事发生。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谦卑家己，咱每一个人伫教会中间，拢是上帝所珍惜的一粒珍宝。无什么人会当成做教会中间上重要的人，因为每一个人拢是教会中间上帝所喜爱、所欢喜的上重要的珠宝。所以，咱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有合一的灵来祈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主要说，你是阮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躯，愿彼此成做一体。一体虽然多，也犹原是一个身躯。爱愿每一个人伫教会中间，的确着爱扮演好家己的角色，为着要建立基督的身躯。主啊，总是阮上承认，阮常常坚持家己的意见，甚至彼此纷争，将肢体分派，和基督的身躯分裂。主，阮实在得罪你，恳求主你来赦免，求你互阮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尽力保守圣神所赐合一的心，互阮有基督耶稣的心，会当看别人比家己较敖，也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彼此吞论，互相成全。我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过2礼拜就是咱50周年周年庆，咱为着这个周年庆已经备办2年外的时间，真紧，伫2礼拜后，咱就要迎接咱50周年庆。像是伫8月初7到初9，咱也有邀请刘子俊牧师来到咱中间来陪灵。咱做伙为着这2件事来祈祷，愿主保守看顾咱这2个事工，拢会当顺利来进行。咱大家开声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阮过2礼拜就是阮50周年庆。主，阮感谢你50年来带领阮富强教会，互阮对一间草寮啊变做即摆的模样。主，你互阮有丰盛的恩典，阮也将主的疼甲祝福，伫今年通过5摆的事工研讨会，
邀请各教会做伙来领受主的恩典。求圣神大大灌压伫阮富强教会，互阮真做主你所欢喜的教会。特别伫庆祝50周年的时，富强教会会当真做正教会甲社区的祝福。祝阮也为着刘子君牧师的培灵会来祈祷。求你将智慧甲启示的灵赏赐予伊，互你牧师所传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对遐来，带着圣神的开力甲更新，望着每一个人，求你也未办阮的心，有较无甲谦卑的态度，会当专心听你的声甲话语。愿你的真理点根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的灵搁一届得到和平，生命得到保障甲快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邀请弟兄姊妹，咱做伙起立，咱最后要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上帝伫今礼拜中间充满圣神的恩典甲祝福。也为着下牧师今日讲道，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赐了主日安息的恩典，求你刷去阮心中的疲劳甲重担，帮助阮注目伫你的圣洁甲荣耀，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将主日礼拜所有的服侍团队。甲所有的同工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赐了合一和谐的灵，互服侍充满对你遐来的喜乐甲快乐。愿你的荣耀充满伫会堂中间，互每一首诗歌、每一摆祈祷，甲每一位同工的服侍，拢成做你所欢喜的事。我若求你加倍赐福，互下牧师赐了属灵的智慧甲启示，互伊所传讲的信息纯正、清楚，佮充满快乐。也求圣神光照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有平安甲感动。伫礼拜中间经历上帝同在的美好。互阮打坐的灵得到满足甲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声。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日子上水，我要成不对伊。我相信，我相信。我
诗第2首。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这声，阿乐上主生命。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改，阿乐上帝子存之管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乐敬拜，免流家门尊严奉献你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每日乐敬尊，吞下感谢应，万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应是何乐上帝慈悲。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万世代，阿乐三位是都一大主宰。到你面前，这是你的圣殿，是你的宝座。我用谦卑的心就近，像你有大权能，有平安，有喜乐，有活命的快乐。当阮就近你的时，不是阮的态度，阮的能力，是你上帝你的恩典、甲高我圣神的同在。爸上帝，阮谦卑伫你面前，是要领受对上帝你来对天顶所来，迄个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恩典、祝福、快乐甲平安。愿这个礼拜归荣光伫你，愿阮的学乐、阮的祈祷、阮领受你的话，拢大大得到充足，大大得到恩典，互阮伫生命中有快乐，伫生活中有见证，也互阮伫灵修的中间常常看见主。感谢你。你的平安伫阮中间，愿所有的礼拜荣耀拢伫主你的中间。愿伫你的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主，愿你亲自带领甲引带，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日姊妹，咱愿徛地，做伙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哥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日姊妹伫咱线接下面的定事牧师甲咱邀请，小等的，咱伫讲道后因回应诗了后，咱有一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请大家备办心，无论5楼、4楼，咱伫个吟诗的中间，到主面前，做伙来领受恩典异地。每一个服侍同工，也会当穿这个背心来备办，多谢。
启用，这是咱做伙来启用。我来启，会众来用。创造天下的上主安尼讲：伊造地，互地有形体。伊造的毋是混沌。伊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伫阴捌也是黑暗中甲恁讲。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至尊至权全能的天父上帝，伫你的神圣的宝座前，我要额头拍落来敬拜你。万项创造拢归伫你，阮感谢你创造阮。保护友饲阮，伊阁将逐项的福气来赏赐互阮。特别感谢你无穷无尽的慈爱，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阮。阮诚心来感谢你，这是阮也毋是单单要用嘴来学了你的圣名，也要用生活中来学了显示你的好作为，但愿将本身来献互你，一生一世伫你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学了你，感谢你，感谢主，富强教会对1976年台南中会50年伫遮设立报道所，到今已经达成50年。感谢上主恩典祝福，引带富强进入50年，对今年年初展开着感恩节庆逐项庆典的时间。阮不只是单单要来庆祝，来举办庆祝，阮举办逐项教会复兴系列的研讨会，甲邀请正教会做伙参与，做伙来造就，推动逐项的纪念、分享、属灵造就的时间。有小组的时间，圣歌队观摩会。祈祷的时间，敬拜俄罗时间，正教会来分享，正教会来分享时间甲福音的产业，筹备周年庆整体感恩的庆典。进行教会硬体改善、更新、升级等等。阮也伫8月初7到初9要举行4场刘祖基牧师培灵会，甲8月初9举办的50年感恩音乐礼拜甲感恩餐会。圣歌队也联合着管弦乐团。将头一摆伫文化中心来献唱金世文教授所写的50年的纪念诗歌。阮种种重要的庆典活动，陆续的推动，显现着异象。要组织搁再做，教会搁再发展。阮的目标是要传承。要创造更新、更较优秀的下一代，
马太福音第5章16节讲：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叫因看见恁的好作为。愿将荣耀荣光归伫恁的爸，天顶的爸。听阮的主，恳求圣灵、圣神来扶持、眷顾、保守阮逐项的事工，推动顺利，逐项布置流程规划拢会当顺利，也为着全年度庆典的事工所需要经费，来得到上帝供应，也无欠缺。求主使阮凡事伫头前引带阮的，时常帮助阮，互阮一切事工会奉你的名，对开始到结束上好的成果来奉献予上帝。荣耀归你的圣名，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上帝的话，咱来看一节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这是我的读。毋通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上，伫遐有虫咬，会生蚶。贼会挖坑、挖坑来偷摕，为着家己积财宝伫天顶，伫遐无虫咬、袂生蚶，无贼挖坑偷摕。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规身躯就光明；你的目睭若灰，规身躯就黑暗。安尼，你内面的光若变做黑暗，这个黑暗是哪尼啊严重？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伊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当上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以上，愿上帝祝福听通伊话的人。是啊，献诗，阿免请四重奏为咱献诗，因所献的诗歌是。我时刻需要主。
感谢四重奏为咱演奏的一首美妙的好听的音乐。这是讲道，咱请咱的煞夏牧师为咱来讲道。伊所讲的题目是登山宝训系列第7讲，天顶财宝是上帝的仆人。天顶的财宝是甲上帝的罗国。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伫主日三甲聚会来敬拜。拄则咱听见这四重奏哈，为咱奏出咱真熟悉的音乐，咱感谢主。咱看见咱50周年的庆典，高峰的时间8月初9，剩2礼拜。咱较早是2冬在准备，即马剩2礼拜。有感觉着讲上帝实在是真恩典啦吼！咱用2冬的时间来准备吼，哇！咱按部就班，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你做这，你做迄吼。有的是音乐的部分，有的是即个演习的部分，有的是艺体装修的部分，大家安尼忙中有序就对啦吼。好亲像安尼，逐项扣，好亲像有人咧织布吼，有人咧拼图啦，看起来甲是这也有，迄也有，迄也有吼。即马剩最后2礼拜，咱准备要甲伊夹起来，做一张水的图，来奉献予上帝。总是呢，咱拢会感觉讲好亲像逐项准备拢感觉毋知倒位无够的款安尼吼。咱台湾有一句较俗哩庄脚的俗语话啦，讲吼新娘还未上花轿以前吼，拢感觉逐项拢管袂好安尼。咱庆典50周年嘛是咱的大喜事咧吼。咱感觉讲安那款、安那周节、安那准备，改成拢无啥够。但是呢，咱有一个感恩的事，就是讲，咱尽开力，咱尽咱的本分，做伙将咱努力的上好的奉献予上帝。咱真感谢主，昨昏吼，话咱教会安尼迎子50几年进前有2项真要紧感谢主的活动吼。第一项是咱有100位的兄弟来伫咱甲咱即个礼拜堂吼，对5楼到1楼吼，内里内外吼来甲整理，来甲漆来甲款玻璃窗拢甲款清气安尼吼。咱的上年呢，因较较早，因2礼拜前就甲款好3楼款好因昨昏就是用迄个因1年外前分一个德光吼，咱台湾的德光足水的德光来迄个欠钱的德桶大家落钱一冬外吼，当昨昏拢莫来教会安尼做伙来献上感恩，来做见证然后落钱甲用互破甲钱倒出来这气氛拢足感动，知影讲咱所要做的事，我会当用什么来感恩啦？会当用什么来奉献予上帝？咱真感谢主。虽然时间要到大家人特别是负责的同工会真无闲、真着磨总是咱感觉讲，伫迄个无闲中间，迄个感恩的心哪甘甜这是咱兄弟姊妹诚做富强人，诚做50几年你我每一份子，咱要伫8月初9做伙组织来敬拜、来学乐、来感谢。咱也要通过今日话语做伙圣经的话来做伙勉励。咱也要分享主的听伫咱的中间，咱大声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赐福阮，互阮伫你的听中间领受到至宝贝的祝福。主啊，阮伫迎至50几年，逐项事工一步一步咧进行，当已经剩最后一段，就是阮要迎至50几年的感恩礼拜，佮培灵会。主啊，阮知影，因为过去你安怎保守阮，阮也确信。伫阮大家尽力来迎至备办，主你也要伫即个最高峰的庆典中间，降落你满满的恩典，互阮知影你是活我的主，你是听阮世间人的主，你是听富强教会的主。主啊，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学习，来勉励，愿你亲自启示阮
来开启阮的目睭属灵的眼光，来看见上帝的话奇妙。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续接伫即个登山宝训内底的教示吼。咱今仔日是伫第6章的19节这段吼。咱有2个主题：天上的财宝到底是甚物？上帝仆人是安怎认上帝做主？这是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伫这2礼拜，咱有真侪50几年的时间，要伫礼拜中，甲咱大家会友组织吼，有一寡足要紧的代志要甲咱大家分享，所以牧师可能会保留其中的一段吼，后礼拜咱再搁继续来学习啦。这个主题咧讲起着第6章，耶稣基督教导是2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咱顶届所学习的第1到第7节，就是咧讲起着咱个人家己的私人的生活，你的灵性生活，就像你写诗唔通互别人知，你的祈祷唔通伫遐大细声吼，伫外面大声。禁食是因为咱要看见上帝恩典，唔是要伫遐互人看见讲你禁食真高真厉害，迄种意思吼。这是第一段，咱伫顶悬所读的。今仔日咱读的第2段是咧讲起着讲，伫咱这世上所参与的，你会接触到的，处理金钱的问题、食穿的问题，你的生命的志向的问题。这是咱伫19节到34节所要学习的。对伫安尼，咱的主伊毋若关心咱私人个人的灵性、性格。咱品格的培养，伊嘛关心伫咱所有的生活的全面得着。对伫主耶稣对咱的呼求，也是讲对咱的呼召，意思是爱咱，特别是当时耶稣伫遮所有的遐经学士、法利赛人遐宗教的领袖的中间，伊要强调，也是讲要提醒，就是爱甲遐宗教假冒伪善的无相像。用外面的标志，也是讲外口的表现，安尼风光亮丽的迄拢毋是耶稣所要求的，是你内心的真实。佮甲啥会无共呢？遐无宗教信仰的人，用遐世间的财物质看作是要紧，是讲迄个就是我的全部啊。耶稣讲，即个毋是恁咧追求的。当然毋是讲哇，安尼咱基督徒安尼数空气就饱，毋是这个意思也是讲咱基督徒这世间事拢无咧插，毋是耶稣讲的是迄个看重甲看轻，重这毋通重迄。咱会当今仔日分享，要分享2个部分啦第一是2种财宝的选择这19节到20意思所讲的，这个圣经就安尼讲毋通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上，伫遮有糖加会生鲜漆的乌空头体，佮着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天顶，伫遐无糖加、袂生鲜、无漆乌空头体。安尼讲过下甲2段拢要共款啦。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天顶的财宝，一个是地面上的财宝。地面上的财宝，反正袂当永久啦，所以伫当时用这个话讲了真事实，讲糖加生鲜漆的头体。天顶的财宝就袂安尼耶稣用这句话做结论，伊讲：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会伫遐。你表示讲，财宝伊是中性的，但是你的心呐，你的心若伫遐，你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会充实安尼。对伫遮，咱看见耶稣提出2种选择的条件，2种条件2种财宝，天顶的甲地上的。2种属灵的状态，咱等下会讲，就是光明甲黑暗。2个主人，就是上帝甲金钱，拢是两个啦，一个对比，
选择决定看重看轻啊，什么是要紧的？这是咱基督徒所着爱领受甲学习的。啊，那特别讲到财宝，咱知影台湾这2年来，毋知什么原因迄个股市像一个坐高铁的袂赴人对就对啦。听讲即马连学生囡仔拢咧研究要安怎投资呢？啊，股票呢？啊，讲去借钱要投资咧，我哇，遐厉害！股票哪会遐简单就能够得到？安尼世间就毋免讨趁啊啊，世间的财宝，这是自然的现象啦。我想咱兄弟姊妹大家嘛，拢会经历到。但是耶稣咧讲的毋是追求财宝，是一个完全歹的事。伊是讲你安怎判断？啊，所以耶稣并无禁止，圣经内底无讲啊，你袂使有财产，你袂使有资产，伊无禁止拥有这个财宝，也是私人的财产啦。因为圣经无安尼禁止，所以咱大圣的观念就是讲。哇！耶稣听起来咱若讲到这咧讲啊，你这拢是一个分顶啊，咧飞啊，无咧管世间事啊，世间敢毋免食毋免穿吗？毋是，耶稣绝对毋是安尼讲。圣经内底真侪拢咧讲起着，咱要有充足的生活的资产，你才袂伫迄个所在夭糕也是困难啊。所以第一。咱看见圣经伫箴言6章68节，讲伊学了教遐，讲伊伫热天就准备食物啊，因为要过冬啊嘛，你要看好便啊。啊，所以这是肯定讲，咱人有资产啊，好好啊运用，这是真合理的，而且是真应该，是正面的。圣经是安尼讲，贫大人啊去看教遐，看伊的所做，通得到智慧。伊无领袖，无头目，无官长，毋过。会晓伫热天准备食物，伫收成的时积聚肥粮。哇，讲了非常清楚呢。连迄种细细的狗遐，咱看毋上美的狗遐，人伊都为着家己的生命生活准备啊，才好势。啊，所以对伫人成就有这方面的资产啊，咱会晓咱的即个教会举办几摆啊，才会即个。用迄个圣经来理财即款的功课，拢有讲到啊。表示讲，钱财是伫你的操作，伫你的管理的下面，毋是互钱财做你的主人，你做伊的奴仆。啊，佮第二项，甚至即比讲遐无看过家己家内啦的信徒讲，比无信的较无好。意思讲。你做一个信徒啊，连家己的家庭生活拢无要照顾，安尼这也会坎折，啊，比人遐无信主的较歹的就对啦，啊，所以圣经是安尼讲，若有人无照顾亲情，特别是无照顾家己厝内的人，伊已经背叛信仰，比无信的较害真提醒呢，咱好啊，爱健健正正啊，好好啊准备，互咱的家庭啊无欠亏。啊，无伫个所在，啊，感觉讲困难安尼啊，过来就是讲，第三项，咱毋是气绝，毋是讲啊，拢像要足清高的世间事拢无咧插，是好好啊享受上帝所做，使各种丰富美好的事物安尼，这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啊，他已经在安尼甲咱提醒讲，因禁止芥菜，禁戒一寡食物，就是上帝创造要互信佮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的。意思讲，你讲有一寡人安尼啦，但是安怎呢？因为上帝一切创造拢是好，若用感谢来领受，就无半项通拒绝。意思是，咱会晓感恩，会晓领受，会晓去享用上帝所赏赐的。但是伊无甲你讲，你爱奢侈，啊，你爱拍算，啊，你爱浪费，啊，你爱安尼，逐项损害大自然呐。伊是讲，照上帝予你的恩来做伙领受，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啊，当然安尼，圣经无禁止，啊是咱耶稣直接安尼讲，就是咱要学习的。耶稣会禁止。会是啥物？就是为着
自私的目的得积聚财宝，自私过着奢侈奢华的生活。安尼吼，你若讲你家己一个无去管着别人吼，迄嘛人无法度人安怎哩？但是耶稣讲，咱对这个社会有责任。奢侈生活遐尔安尼富裕，而且安尼真够浪费拍粉，但是对边遐艰苦送乡的人，你拢无感觉。安尼就表示啥物？就是完全用家己的物质在装下家己的骄傲，对你艰苦人拢无咧看在眼内。伊讲这就是甲内心束缚伫地面上的物质。所以意思是讲，有的人伊真丰富，上帝予伊真丰富，但是伊无因为伊即个掠做家己的骄傲甲偏颇，是伊感受到上帝予伊有即款的能力，会当做更较多的代志。有人关心伫教会事工，有的关心伫社会公义，有的关心伫遐社会弱势者，无因为家己的钱财伫遐来偏颇，这是耶稣所要求的目的。顶外我看到一个底片，伊咧讲吼，伫中国，伫咱迄个算讲民国了后吼，规个中国抑阁是真落后啦，真正安尼。规个大陆的生活，大家拢非常的歹过。但是呢，迄个时阵吼，有美国来教会的人，特别有咱都听起足出名，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去到上海，去到北京，设立现代西方的病院，用着当时美国真多的基督徒所奉献的钱来开设病院，来去医治照顾当时遐中国也无安尼现代化吼，拢无西医的迄个所在，真侪人因为安尼病得到医治，嘛有人专门针对着迄个妇女，因为当时呢，妇女咱知影伫中国早期吼，若要生产吼，就是敢若产婆会当帮忙啊，听无病院通帮忙。有迄个女的美国来的女的医生，伫遐所在开设专门为着遐艰苦的妇女要生产的时阵，甲因安怎互因平安来生落细囝。哇！这故事是非常的感动人啦，迄故事讲袂了。其中吼有一间病院，你顶下有捌听过？咱知影咱定咧听起，咱较早的孙中山有无？孙中山先生伊都得肝癌嘛吼，到尾过往伫倒位呢？北京的协和医院。你像协和医院是倒一间病院啊？迄就是美国的教会所设的病院。到今仔日吼，改成即个病院也可能有经过转化，但是还阁是真领导性的病院。安尼意思是讲，当时的洛克菲勒若要讲财产世界首富嘛，但是伊无用这个钱当作是伊家己安尼富可敌国的一个算讲家己伫遐荣耀家己，伊是。用真多的钱去帮助真多送乡的国家，无论是医疗，无论是图书馆，特别是开学校。这个就是耶稣爱咱讲的，讲上帝予你有这个资产，目的不是要予你请赢家己来享受奢华，是要予你有气力，通帮助这个社会安尼。因为安尼，耶稣强调的是你的内心啦，吼。有的人身躯财产一大堆，但是伊无伫人的面头前讲，哇！伊我尔请赢无啊！我听讲吼，讲咱台南人吼，这方面上高。台南人吼足侪吼，穿浅拖吼，穿短裤的欧巴桑，迄乌子桑，去牛肉汤的店吼，食一碗牛肉汤吼，你毋通看伊安尼穿浅拖撇的吼，迄拢是溢来溢去的，安尼就对啦。较早嘛有人讲着，讲旗山吼上出名，迄阵金蕉足出名的时阵吼，有人穿一领吼，金蕉呢的衫，安尼乌，因为金蕉呢足黏的吼，用着涂就洗袂起来。有人穿浅拖啦，去到迄个农会，讲想要领钱啦。迄农会小姐讲，哎哟，即个庄卡人来遮要领什么钱，拢无要插伊安尼啦。吼，家领落去哦。伊讲，安尼我总领出来。
过个人啊讲啊，插伊啊，不在意啊。一个看到伊的手指部啊，讲啊，这声不得了啊！啊，互伊领去哦，规个迄个浪费钱都起一半较价啊！吼，哇，赶紧经理出来甲回息的呢。台南人吼，经过400冬吼文化即个训练，有哪有差啦？吼，袂讲吼，像咱讲迄田桥啊，安尼吼，安尼足响头的，伊就是足低调，足低调。但是主要低调以外，佫像耶稣讲会晓去关心着即个社会需要。耶稣强调的内心是讲，咱的心若是军队伫地上，安尼就毋对，因为咱内心会互伊绑掉的。无论是地上，还是伫天顶，拢是迄个情形。啊，所以耶稣在提醒的意思是讲，人要收集到即种的财宝，事实是大家拢真清楚啦。吼，应该领受迄个袂互唐家、袂互偷摕、啊袂新鲜的财宝，伫天顶的财宝。但是安怎人会乱作？咱毋通是讲啊，你知我知，道理拢知，事实是人的乱作。因为地上的财宝，你知影会拄到足侪问题，本质上无安全的。但是因为人的贪心乱作，容易陷入伫迄个中间。啊，所以上帝讲的天顶的财宝，毋是讲我甲地面的钱吼，安尼甲寄去天顶啦，毋是即个意思。天顶的财宝是一个属灵的部分，是一个生命丰盛的部分，是一个甲主亲近领受祝福的部分。吼，毋是世上咱讲银行的铺仔的钱，也是你偌侪的产业。天上的财宝就是迄个袂受破坏、永远安全。啊，你爱努力的是甚物呢？第一，你要发展出亲像耶稣基督疼的款式的品格，这个是天上的财宝。第二，亲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有信、有仰望、有疼，去追求增加，这就是天上的财宝。第三，你对耶稣基督咱的主的认捌更较深，这也是其中的一项。第四项，你热心来传扬福音，伫教会事工你欢喜参与，骨力来拍拼，这个拢是毋是地面上的迄个金钱的计算的，总是这是天顶的财宝。传福音带人归主，咱讲一条灵魂的得救吼，赢过世间所有的财宝。所以你熬引带人信主，熬传福音，熬见证，你是咧趁天顶的财宝呢？你是积住天顶的金钱呢？佮最后一项是讲，你会晓运用基督徒各种的资源来做慈善的工作，互遐艰苦的得到帮助，互遐社区的人知影，你信耶稣是信真的，毋是咧信表面的。所以咱今日50周年的时阵呢，咱教会慢慢咧想讲咱应该有的吼，上帝拢甲咱赏赐啊，咱应该搁做甚物？咱50年过的时间有一个大部分，就是讲，咱要安怎甲这个社区搁较结连？社区遐个艰难、艰苦、困难的人，咱有看见因的需要，所以咱现在开始咧运用，比如讲咱课后陪读班418，咱有望讲过来要来推动迄个老人吼。即个接待的事工，毋是一干上年团契那听，有这老大人，咱社会老化的比率愈来愈悬，这长辈安怎也有机会来接触信仰？咱来服务社区遐有需要的人，这是咱尽咱有的资源甲开力来做。这是咱50周年过，咱感觉讲向神奔驰吼，迄个脚步吼无停呢，咱佫要继续的。你即位总讲起来，包括咱为着教会事工，为着奉献，这个拢是在积住天顶的财宝，这是耶稣所甲咱讲的。所以天国的投资啦吼，天国的投资是无贼仔会当偷，无有金融危机，才会拄着消息。我来讲一个例，讲早前有真侪咱台湾有几若波吼，要迄个股票泡沫化对毋对吼？咱基督徒嘛足侪人
上高投资啊，上高投资啊！我捌听起有一个感言啦吼，讲有一间教会呢，遮个兄弟对投资这方面真内行呢吼。大家就讲吼，哇，教会若来个建堂吼，起互水水，毋知要偌好。就大家吼，咧无用投资股市啦、股票啦，钱拢伫遐咧教啦吼。就以后若有机会吼。等搁较贵啦，若有机会，大家来计划就对啦吼。无拍算讲一个世纪的股灾吼，咱有一站吼，迄郭万荣迄个财政部长吼，毋知要扣什么税吼，突然间迄个股票落一个吼，哇，跋落到涂骹的意思啦。足侪人拢损失有够多就对啦吼。大家就讲笑讲哇，迄阵若要知吼，遐个吼股市接去的遐个来起2间嘛起有够安尼就对吼。这意思是讲，这个世界吼，包括金融危机、较早什么雷曼兄弟的风暴哦，你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永远风险拢伫咧哦吼。毋是咧讲咱爱无要插伊，是讲你爱晓细致去避险就对啦。但是耶稣讲的意思讲，这世间的财宝，包括讲咱世间人，当你的世间的利润也到，遐个拢毋是你的。拢毋是你的，甚至吼，你若处理无好势，可能引起子孙冤家呢，相拍呢，抢夺财产呢。所以当你若会晓看清楚这个，你就知影讲原来天国的财宝甲投资是何等会有价值甲需要。顶礼拜咱有报告讲，咱教会殷家老师啊，殷家阿公啊。嗰个黄金田牧师啦，98岁才过往去啦吼。我顶2日看到殷家老师的阿叔吼，就是有那黄文英牧师啦，伊伫即个个别式的时阵，又讲一篇伊的老爸的故事，就是黄金田牧师的故事。伊就咧讲啦吼，讲真侪真感动人的见证啦吼。毋过其中一项甲今日的主题有关的，伊讲吼，几年前因为疫情到黄金呢，我虽然90几岁伊想讲哇，我这性命毋知什么时阵要无去嘛，毋知讲伊就写遗嘱啦吼，写一个遗嘱安尼。若听到讲遗嘱讲，伊那个写讲我这财产要互啥物人吼，什么代志安尼交代。讲内底也无写半箍银就对，拢无讲着，干那讲信仰，干那讲子孙爱听主，爱认真为主做工。迄个遗嘱拢无咧讲着讲爱分配偌济钱财的意思啦。你表示讲，黄金的牧师呢，伊真清楚世间的财宝吼，若上帝赐福，保证你无欠。但是迄个宝贵的信仰的传承，一代过一代，拢非常的要紧。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有资产，这是上帝祝福。你毋通想讲这歹势，但是你安怎看重这个，就是天国的财宝更较要紧。所以耶稣基督保证讲，天上的财宝就是追求上安全稳健，保证这个获利的天国的财宝是安尼。当第二个部分简单要甲咱三个分享吼，就是眼光甲身体的灯啦吼。这经节咱嘛是非常的熟吼。这经节安尼讲，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规身躯就光明；因为你的目睭若灰，规身躯就黑暗。安尼，你内面的光若变做暗，这个黑暗是我年啊重。这故事咱拢非常的清楚。咱嘛知影，咱身躯的目睭实在是足宝贵、足重要吼。有时咱目睭开始咧无好势时，咱赶紧要找医生，因为有时一寡身躯会无方便吼，还佫会忍耐者。你目睭若无好势吼，真正亲像灵魂的汤啊，你就无法度通做代志啊安尼。咱看去讲，咱有目睭通看，这是光明，互咱的身躯要行动有一个指引。但是咱嘛看见讲，伊咧讲光甲暗吼，有时目睭的光是对你真要紧无毋对。但是咱嘛有时听到足侪，有时咧讲气话啦吼，粗话嘛拢有啦吼，咱毋是咧批评，为庄卡人啊咧相骂讲，你是无目睭晓安尼。安尼表示讲，你都无看到代志吼，毋是干那讲目睭看无到啦，是你这代志看无清楚啦。
啊，无你目睭是生伫加只片晓安尼，无咧认真看吼。啊，所以咱有发现讲，有时吼目睭无看见的盲人吼，伊有足大的困难呢，会通暗中黑暗中做真侪代志。安尼什么意思？就是有时毋是肉体上的目睭，但是伊的心灵是光明的，所做的代志无一定输目睭的人呢。我伫读册，甲谢牧师读册的时阵啊，我有一个学长叫做屈瑞燕牧师啊，吼，伊阮的学长，啊，阮都做伫学校过，伊是伫咱的德光教会退休的啦，吼，啊，伊从出世都无看见啊，伊都毋知影光是啥物啦，但是因为自然就安尼，伊发展出足侪迄个上帝予伊吼，目睭看袂到的能力，比如伊会听音乐足准的，伊毋免看谱，会晓扭小提琴。伊钢琴会晓共调音吼。阮伫个学校的时阵有一个足趣味的故事啦。有一摆吼，学校的宿舍停电啦，来讲啊，即声惨啊，无手电啊，也要修理，要哪修理啦？啊，即个区学牧师吼，啊，阮拢甲伊，因为阮学校读册的时阵，拢会号一个英文名，啊，伊号叫做 Robert， 啊，咱规气讲 Robert 足歹，英语足歹读规气啊，叫做罗巴较紧哈，罗巴。啊，老爸讲，互我来，安尼啦吼。大家讲，啊你也无电火啊，是要哪修理迄个开关啦？伊讲我毋免电火，啊真正人伊手摸的吼，啊毋免借电火啊，人伊甲你修理好，啊就开电就开啊。大家讲，哎哟，真正黑暗的时阵哦，敢伊光明啦。安尼意思是啥物呢？看会见的人行伫光明中，看袂见的人行伫黑暗中。啊，所以咱身躯伫光明甲黑暗是足大的差别，但是伊的关键是伫你的目睭。所以咱大家足注重目睭的保养吼。啊，这是区士牧师即个区士牧师吼，啊，伊也优秀的琴安尼。但兄弟姊妹，咱看见讲，咱的主伊提出一个对比，就是目睭青眉甲看会见的，代表黑暗较光明。伊讲目睭是身躯的灯，是咧讲明咱的目睭亲像一扇窗啦，吼，会互光明来照入来，吼，会当互光明照入来安尼。但圣经吼常常甲目睭甲伊等同就对啦，讲甲譬如做人的心，意思是你有肉体上的目睭还无够，你还有心呐，你的心意看会出即个代志的本质。有人是看表面，有人是看见即个代志的本质。啊，所以讲，甲心放伫什物，甲目睭注目伫倒位，同意思。讲较注意的啦，较注意的啦，较专心的啦。啊，讲你目睭爱看啥，同意思啦。吼，兄弟姊妹，诗篇119篇的第6节讲，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我就无地高见效。10节讲，我一心要追求你，求你，互我无背弃你的诫命。就是重视，亲像一个目睭有注意看到。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讲，咱的目睭影响规个身体。啊，咱的志向就是讲，我的心意伫倒位，就是你目睭看到目标。心思意念甲目睭所看所在，拢是影响人生。咱真出名的经节就是，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拢对心来发出。吼，你爱保守你的心啦。赢过保守一切，你的心若正，就是你有一个属灵的目睭，有看见事代志的本质，好甲歹，表面的甲真实的，啊，迄个果效就发生出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耶稣互咱的提醒，就是亲像咱看见目睭，互身体带来光明啦，啊，服侍上帝甲人的心智。甲生命带来意义，啊，所以你有肉体的目睭看见一切事，你办代志非常的顺遂。但是你有一个服侍主的心智，你会互代志带来光明。所以心灵的目睭有时比肉体的目睭搁较宝贵，啊嘛搁较困难。但是咱常常甲伊疏去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有生理性的眼光，就会看清所做的代志。
咱正做工课吼，目睭若光明，做代志足舒适、足好势啦吼，拢足清楚、足标准的吼，足有准则的，有前进的方向。但是更较要紧是讲，咱有灵性的目睭，属灵的观点会当正确调整，咱的生命就目标甲开展。耶稣一个登山宝训所讲的，好亲像有时较属于一个灵性上的议题，还是生活上的态度的问题，总是咱生命本质真宝贵、真要紧的部分。兄弟姊妹，我咧讲，咱最后有一节圣经节6章24节，讲时间咱要甲伊接起来，伫后一摆咱再搁煞接落去分享。互咱今日所分享的这2段，无论是财宝、天顶的财宝、地面的财宝，肉体的目睭，还是心灵的目睭，耶稣基督爱咱所做的是讲，你的心伫倒位，你的财宝就伫倒位。你的目睭有看见事情的本质，你就袂错误、袂歪错。所以咱嘛听见一句话，讲咱迄个财宝你是注重倒位，你的心就是伫倒位。但是有的人嘛较解释讲，钱财伫倒位，你的心嘛伫倒位。另外一个较正面的解释就是讲，我因为真关心送向人，我因为真关心社会公益，我因为真关心这个环保，所以我把我的钱财投入伫这个所在。你就会去关心迄个代志，关心讲这个代志运转了好势无？有人得到帮助无？生活有得到好过无？所以迄若是正面的事，你有投资伫遐，你就会认真伫迄个所在。但是毋是为着家己的这个获利还是需要所伫遐咧度无。愿咱的主伊所讲的话命话，互咱得到美好的学习。下面呢，咱有几项的运用这个程序要进行就是咱要先来吟这首50周年的纪念歌。因为咱50周年的时阵呢，咱要伫大礼拜时要来唱这条歌。是讲咱请录音导牧师甲咱做这条歌，咱无定定唱到时800几个、800-900个，无人会晓唱，敢若这个敬拜团会晓唱，足无彩。歌词真宝贵咱当周报咱请阮咱周报的第9页，内底拢有歌谱你嘛会使掀开你家己的这个第9页的歌谱内底你嘛会使看这个歌词就对啦。咱要唱一遍。小等下，咱报告的时阵，牧师甲这个讲道较继续，就是讲咱小等下要搁复习一下搁有咱的这个纪念歌，就是咱的这个英佳老师所做的纪念歌，咱嘛要来学习。我这是要请咱司琴来甲咱弹，咱一段咱请有麦克风的敬拜团同工带咱做伙来唱看歌谱是看音幕拢会使咱先弹一个前奏好无？来唱看嘛呢？来，海南中花，5里线不落松，不留下故里动quân军，一生天地天能救我，也爱得救，温公有，也一再多，唯有当干，就一动归阿班，下见百川，小米树干。第2站。谁是家中，关怀探访，用心眼光言他心境，基督信仰，应给高勇，夜连下苦，万不怜悯，热心草木，万无暇。
永恒。第三站，小作亲密主君，今家对得会同下心，亲密了我，相助尽德，变心挂起，尽力团结，因我手中对月心动，亲切关怀，热情帮助，多天天地都贴心，甘花开落，接受风雨，咱们英雄建立心灯，热心公益道理完成，训练寺庙，修行忠贞，敬拜佛赛，对主忠诚，心念光，保护下苦，灵界空谈，眼睛不用，关爱永生为怀胸，人所不有，做之前第丢。五站，感谢上主，恩典了你，因抓世中我在你，所有标杆，勇敢向前，天后恩眷，以上纪念，上主最安，代代帮赞，这下感谢，我乐称赞，面对挑战，感恩危机，救主将还延完地。有开喙唱的举手。哦，安尼袂歹哦。咱即礼拜甲后礼拜佫加唱几遍啦，因为咱800个要伫文化中心若敢若廿卖句的唱安尼实在是迄气氛无够，大家拢会晓唱，所以咱有伫群组内底拢有搭即条歌的谱，佫伊的音档，即2礼拜你若开车甲放一个，伫厝甲手机甲开一个。加减练习一下，至少你歌词对会着，因为咱伫迄个50周年的时阵伫文化中心无即个投影片咱用手册看，所以你爱看着唱会出来大家拢在练，唱出来才会。即个歌词就是咱的富强教会故事，对毋对？你若对50年前到即阵拢有参加，你就知原来伊咧讲啥。期待罗伊德牧师所写的。这歌有点台湾味嘛，大家唱熟起来，咱伫50周年大声来甲唱安尼下面呢，牧师带咱做一个回应的祈祷了，咱要准备来做异地的祈祷，请咱兄弟准备，咱请服侍同工来准备，咱来祈祷。主，阮上帝感谢你，阮通过你的话，领受到美好的教示甲引带。主啊，阮实在知影世间，阮所要积聚的财宝，到底是伫地面上，还是天顶？地面上财宝，你爱阮会晓管理，无互伊束缚着。诚做阮传福音，帮助别人，家己生活的需要，总是阮天顶的财宝是无限的投资，阮永远伫遐拢袂损失。愿主你互阮有即款的清楚明白，知影伫世上阮所追求的。阮也求你保守，互阮知影，毋若是有肉体上光明的目睭。心灵的目睭更较不要紧，因为会通看通事情的本质，会通明白上帝话的即个真道的真实。愿主你互阮伫生活中来实践对主的教示所带来的改变。愿要通过异地的祈祷来看见上帝你奇妙的异地甲透办甲应允，愿你亲自引带看顾。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免。兄弟姊妹，咱们吟这首《使我自由》，请敬拜团带咱做伙来唱。伫咧开始唱的时阵，咱勇敢进前，咱服侍同工也来头前来甲因做一个安排吼。咱来吟这首《使我自由》，咱真实的诗歌。大家明白？来。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命。请勇敢到头前来哈，五楼兄弟，你有肉体上的欠缺，有心灵上的需要甲软弱，只要在倒，拢来到头前。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来夹第一排哈，第一排拢第一排。世间水有，请服侍同工请背心来到头前。第二排嘛不要紧哈，那个安排第二排嘛不要紧，为较人的，搁一遍来。使我自由的心啊，会友做来唱，请你来，请服侍同工准备来到我的心命。咱人较济，咱分两排，会当通，咱同工会当服侍两遍嘛不要紧。拿走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咱个无同工，中集小组长、大组团队拢来哈。乐苦难当，有的咱分两遍啊，好两遍。咱音乐细声开始，咱请同工开始来做服侍。那要无够人会当第二摆哈，咱开始来做祈祷。请在座的兄弟，咱永远用祈祷的心，知影咱有欠缺甲交托，只有上帝应允，上帝医治甲透放，愿主亲自施乐，伊的平安医治甲透放。有诶，要无人服侍的，咱找人来吼。啊，你啊，感谢主，咱搁继续唱来。哈利路亚！主耶稣应允咱头前主面前的祈祷，医治透放临到伫咱中间。主的神啊，主的神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命，我做生活中的忧愁，我做。我要请在座兄弟站起来好无？所以唱副歌这个所在，大声来唱。主的神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水有乐苦难当，主的心会给我。副歌，搁一遍来。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再来唱。倒位就自由，虽然水有乐苦难当，就会领会好我自由。咱要咧服侍继续不要紧，咱兄弟咱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奉主的名来做祝福、透放甲医治。爸上帝，阮虽然短短一段的脚步，总是当阮行到伫主你面前，主你知影阮较无的心、祈求的心。爸上帝将徛伫头前，才会同工兄弟姊妹交托主你的圣手。
因为因有肉体上的软弱、病痛甲需要，也有心灵上的欠缺、忧愁甲软弱。彼上帝啊，阮知影，阮有软弱，阮有重担，阮有劳苦，总是伫主内面，主你有荣耀，你有权能，你有快乐，你有医治。主，阮宣告，主你有大权能的时，就知影阮仰望你，阮倚靠你，恳求你施落你的头棒，医治平安伫遮的，伫你面前恳求祈祷的兄弟姊妹。主耶稣，你有应允，你受鞭拍，我要得到医治；你为着阮受苦，阮就要得到平安。我来奉你的名祝福，无论伫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所有参加礼拜兄弟姊妹，当阮将阮的心思意念放伫主你面前，当主你求讨的时，主你要照你的权能，主你的恩典来享受应允主你的头棒甲医治伫阮中间。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到伫你面前勇敢开声祈祷的兄弟。愿主你，互阮伫生活中经历着上帝你的同在、喜乐、平安甲头棒。愿主的恩典疼痛伫咱正大家中间。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拍拍感谢主，谢谢大家，慢慢回座，请回座哈，请回座。兄弟姊妹，咱下面要先来做奉献哈，先来做奉献，请兄弟准备。奉献了，牧师会先做报告，了咱做一般的报告哈。咱先来做奉献，先来做奉献。请坐。各位兄弟，时间无啥够，我先甲咱的总结只是少点仔时间啦吼。要做几项重要的报告吼。第一项就是讲咱这个天书内底吼，咱伫昨昏咱教会吼有举行一个大摒扫吼，搁有上年的一个咱才上年来做奉献吼。我要几张相片，互咱看一下安尼啦吼。有刷这了无？遮吼，咱顶咧昨昏吼，咱的上年吼，因添志同吼，来教会做奉献礼，真有意思。咱看几张相片，这是因团体吼做伙翕，伫咧
桌仔顶吼，遐德光啊拢伫遐吼，啊合照就对啦吼，啊这是一组一组来为着因的祠堂啊奉献来感谢吼，啊做见证，无逐张啦吼，啊咱看一下吼，啊这是每一个奉献的祠堂啊，啊因准备要后礼拜吼，后礼拜咧，摕几个用钱落起来，倒出来祠堂啊，啊参咱50周年的纪念迄个奉献吼，啊做到头前来奉献吼，啊咱后礼拜咱嘛会请咱的即个咱的财务长老来报告讲咱50周年所有的经费的运用，啊要请咱关心，啊所以咱周报内底有报告后礼拜咱要伫爸节感恩礼拜以外，咱有要做50周年的即个特别的感恩奉献。哇！咱的兄弟，咱的这中年吼，你们看伊一个祠堂啊，安尼一个德光啊，啊一个破落去吼，迄一包算落，你敢知影偌济？拢50块，啊，这昨仔开2包尔，啊一包吼，互你看，你敢知影？后5万几块咧，哦，啊嘛有3、5万的呢吼。后来，即个咱有一个短片甲播一下，看因安怎开祠堂啊吼。哇，陈酷酷，哦，你倒钱夹啊，是啦。啊，因吼欠一档哦，欠一档准备后礼拜要起来教会奉献吼。啊，咱的财务部吼，你要算这银角吼，昨算袂了，你敢知影？搁爱一礼拜才算会了。啊，所以后礼拜才会当清单才会出来啦吼。好，安尼好，咱讲就第二个咱的迄个团体来有声无？第二个影像有无声吼？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我当报上，我当。咱甲鼓励一下好无？吼，鼓励一下。啊，咱的长辈吼。咱长辈做模范的吼，啊后礼拜就看咱啦，换咱啦吼。啊，因的银角啊吼，就即礼拜才算会了啦吼。啊，咱搁另外感谢主呢，咱的即个全教会大扫除吼，因时间到，咱即个影一个，咱看咱参加的部分吼，啊，这拢是咱参与的部分，咱教会前后啦、便所啦、楼梯啦、倒啊、椅啊，拢整理有啊，拢有整理着，拢有整理着吼。感谢主吼，咱有的堂啊嘛去整理呢吼，外面内面拢有整理过吼，啊，所有的堂啊拢整理了吼。好，咱两家子100个勇士拍拍鼓励一下好无吼？好，来第三个报告吼，第三个报告真重要，咱因为周报无写吼，咱大道团从2年前开始筹备来印这本《祈祷的树》第2集，啊已经印好，啊。开始要分予大家，因为吼，咱莫讲浪费，啊嘛摕等于无读啦吼。咱是像咧领月历共款，一个家庭一本。啊，若你的囝有组织家庭，嘛会当领一本。啊，佮另外呢，就是讲咱单独家己一个人来，你也会使领吼。啊，咱的即个代劳团队吼，咱的持宝老师特别讲甲咱报告，这本手册吼，正人所写的文章放伫内底。啊，有诶吼，因咱咧写诶时拢有口语嘛吼，有写咱家己诶意思是，大家看会较要互伊较清楚，有小可做一点仔修饰啦。咱请这专家吼，迄个国文较深诶兄弟，啊，甲你修写一下，啊，意思拢无改啦吼。啊，当然要全本拢无错字，迄是无可能诶，拢是因足用心吼，啊，甲即个编辑出来。啊，一本吼，安尼我袂细本哦吼。咱教会准备要出版2、3本册，一本是耶稣的生平嘛要出，搁咱年底庆典了后，啊，才要来印这本咱50周年的纪念册吼。啊，搁加上咱圣歌队要唱一首即个金秀文老师的迄个歌谱，印几本的哦，所以这嘛是咱纪念的一部分啦吼。啊，所以请咱礼拜煞。你若是团契小组，甲你的团契小组长领；啊，若个人呢，你到楼骹来领，也是来甲办公室领吼。搁一项搁报告一下吼，实在时间无啥够。咱礼拜后8月初9要入去
要入去这个文化中心吼，咱请看这张迄个票，这张票吼，这个是牧师，这张是实体的票，因为吼，咱是讲，咱这是要入场券，是讲咱家己做礼拜，咱就是入场券，因为文化中心伊要求的，因的规格就是安尼，你若无单，你就无你入去。迄是因文化中心的规定，所以咱就特别印一张像迄书签安尼吼，足水的书签。咱无要随分，无现要分哦，是咱8月初到下晡，咱会友吼，尽量2点半就爱到啊。毋通讲等3点要倒来，我哪入来？咱拢因为爱有管制哦，吼，若收慢入来，毋是牧师毋互你入啊，是人个工作人员讲歹势，咧开始表演啦，毋袂使互你入去。因为咱真正的是叫做音乐会呢。伊个文化中心无爱互你做礼拜，你敢知？咱讲要音乐会啊，音乐会嘛是礼拜啊，吼。总是讲你到现场，吼，报道，咱个大门头前有报道，你甲领一张卡，你入去，当然迄个因个文化中心的人会甲你领这个夹起来，了这张你留起来做纪念，吼，注意迄个可能冷气较冷，迄天咱啊。穿短用的，你有需要一领薄的披巾也好，还是讲外套，安尼较到遐吼。咱会安排倒声，咱食饭的时安排倒声，咱人工开始整理，后礼拜会牵出你的名单伫你伫第几岛，是伫3楼，是伫地下室吼。3楼甲地下室都备好啦吼，迄叫做2个主场，因为咱人侪吼，地下室底袂落，可以起来3楼安尼吼。因为实在是时间无够，毋过吼，感觉无安尼袂使，牧师吼要请同工来唱，带咱唱这条咱50周年要唱的歌，咱无练吼，实在是袂使啦吼。甲总结师会室的吼，报告咱小等来读经正则就会使。有一条诗歌叫做“今继续看，志继续夜”，咱由请带迄个敬拜团来带咱唱一遍好无？好，唱一遍。等下用这首吼来做结束，安尼好无？有诗歌无？咱拿麦克来斗唱一个好无？吼，今继续看，志继续夜吼。有无？无麦克啊？来，伊做伙唱，来晓唱做伙唱。咱看歌词，咱学唱法嘛咧，拢有引导伫你的群组内底，请你来唱哦，来唱较唱法嘛，来备来。一粒情枝也伫残影，风吹日拍雨水断啊，你出回忆就是心的歌，星星润透予伊勇行。我上帝你的旨意的正。
无罪人更做生命。有麦歌咧唱啊，佫袂歹呢吼。其实牧师会招咱唱诗呢，牧师有哪袂晓唱，我讲因请恁教我教就对啦吼。啊，毋茫讲8月初9吼，咱毋通讲点点无开喙就无菜啊。所以请会记你伫你的群组啊，你的小组长有即个音档，啊，你都有即个谱吼，拢有电子档，啊，你来听来唱吼。啊，有咱音佳老师家己录音的哦，伊原作者唱的。啊，唱何式啊，咱伫迄个8月初9迄天吼，有一首罗伊多牧师的纪念歌，啊，搁一首台语的，咱要会众唱。啊，搁另一张华语的吼，应该是较无困难，因为咱的敬拜团要带啦，吼，有敬拜团带，咱就较无烦恼安尼。啊，歹势时间已经到吼，咱搁有一个小节目吼，就是咱的即个龚医师。谢牧师，龚医师诶，阿公阿嬷带2个孙啊，吼，啊，纸条互我，一我小朋友名记袂起来，要带，请因带来头前，啊来甲因做祝福。投影片内底有2个小朋友，咱先介绍一下林素清姐妹有伫遮无？素清姐妹，欢迎哈，新朋友。啊，2个双生啊，吼，我来叫名啊，咱爸爸妈妈代表举手吼。牧许倒一个？啊，牧许这个是哥哥啊，弟弟，哈，弟弟，好来啊，应许呢？哦，啊，这是无？吼，伊叫做龙凤胎啦，吼，哇，真难得，因为2个吼住伫北部吼，啊，今日来到中间。啊，唔知有麦克无？牧师来带一个祝福的祈祷。有麦克风无？啊，咱看见现代吼，这时代有细囝吼，才是足甘心吼。啊，互因家己抱啦，啊，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啊，吼，啊，咱来祈祷来。慈悲疼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啊，阮看到龚医师啊夫妇伊的囝儿新妇。今仔日对北部倒转来伫阮中间，啊，阮为着啊牧许啊搁应许2个姐弟啊，上帝你赏赐的双胞胎啊，成长了非常的健康啊，非常的可爱。看见因到伫主你的面前，阮心内是大大的感恩。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为2位可爱的小朋友献上感谢，在父母亲还有亲人的照顾之下，他们要被神的爱所包裹。被神的恩典所带领，让他们平安长大，健康、聪明、有智慧，能够认识神，能够跟随主的道路在一生。愿主求带领保守2个小朋友的父母在北部工作生活，求你赐给他们属灵的智慧、恩典、力量，他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健康都得神的保守。亲爱的主，阮上帝感谢你，阮为着龚医师这个家庭，上帝你赏赐因的产业，献上满满的感恩。愿你互因经历了上帝奇妙的疼、恩典、祝福，互因的家庭伫因的生活、伫因的工作中间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典。搁一面奉你的名来祝福2个可爱小囝甲这个家庭。愿你受恩赐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家泡泡鼓励祝福你，好，谢谢。因为时间足无够，但是我想讲咱最后要来做上名其他报告袂赴啊咱来结束的时候，因为我要来唱这条咱罗伊多牧师所甲咱做的这条诗歌第1节甲第5节，咱来做结束，然后来做祝祷咱甲时间到，咱的诗会，咱的总结指示时间无够，真歹势来。一生天天更救活。
沙湖中无差异，所差标杆，勇敢向前，天空稳定，以上信念，上主最远，代代抗战，最下感谢，我路前程，面对挑战，艰难危机，有主将关，永远屹立。俺请牧师来接导。咱做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阿免。大家请坐，默祷来避讳。今仔日第2个礼拜来到这做结束，咱请各位兄弟大家互相来请安问好。